我叫听汉。听正是，借问一下吼，你啥怎想要搬厝？原本住的所在有啥问题？你的名甲阮所长的名才一哩尔。RMB1白说互头拄仔迄个查甫。这我无真看过厝卡来吼，就敢若听汉我上顺啦。你安尼讲，袂输你是厝主。今仔日上家甲我动这间厝，我连面互租厝变做梦。恁先好，从新仔就我射出去哦。这阮主家的起家厝呢，敢有人做大事做甲安尼？哎呦！兄弟姊妹感情好歹，但是表面上看着遐简单呢。就是因为感情伤好啊，我才想要搬出去住。我想要甲阮阿兄继续相哎，咱李婉毋是伫宋小明过身了后就交互信托管理。不过这也有写一个紧急联络人的电话号码。这样对无？我想要知影，伊要去的时阵，是毋是嘛孤单一个？